厝，囝才会友好。你厝若无厝，家己买，啊，家己安怎样无解晓的有当时囝免咱友好。你学袂着，囝做囝免咱友好，就讲人咧经济会使扶持住才会好。所以讲咱咧大家是效益较无愈受罪啦，安尼啦，毋通无愈去做。我会记住政府啊，到即阵阮做听我拢嘛讲医生，但是阮师傅我会讲迄个阮师傅做医，是爱看得起，其实若要甲我讲的阮做也是人教医，包括唔使讲，我袂使讲阮做教医师傅我使讲爸爸偏心，爸爸偏心我咧做事就是讲爱福祉，清楚进来伫我的家庭，到时间到，不管先等的先煮饭，你我讲安尼，我甲先等的先煮饭，我先等我煮，我你知，阮太太先等我太太煮，阮媳妇等阮媳妇煮，安尼，先等的先煮饭，我做了服务吧，我家己服务，我袂使做这事做在上，我无爱做，安尼一个家庭才会好去。但是个人听，就尊严是吧？安尼做了真好。我听讲伊咧讲伊祖囝真友好，讲啥学了师傅。那学了祖囝师傅听着这段时间带身边咧外面，你知唔知？恁祖囝无你嘛，甲饲10外担呢，太足个饲甲几样呢？小可要互你食倒来袂破到面前，你就讲友好。我伫遐读册，读到高中、大学，过来你的门呢？过来你的门呢？我要趁钱的是要饲阮爸爸妈妈呢，唔过要互你带过来呢，安尼都无包养的。恁这边的家庭我都无包养怎把我带过来安尼安尼我伫恁内底做有做伙，安尼甲你做安尼唔通听讲友好，听到都对，第讲你做啥？你若甲抱一个病死就甘愿大人无做细心，到有家庭会太平无是安尼啦。所以讲伫家有方法，伫咧家庭有方法，看你的心有食无，还是偏袒无？咱咧做了服务别人，是安怎咱家己唔服务？所以讲讲即个道理，就是讲你要安怎做，唔通讲啥讲向死，遐老爸讲啥固执，向死偌辛苦呢？阮内底嘛是袂讲，阮遐是话解讲，你嘛讲个啥？你就拄啊较过现来较紧，你若进来我方便啦。菜比在哪就来迄菜都起来话，人都无方便，也无家私，就爱油茶沙了煮饭，哇！这就讲咧，若是即个人较饲了好食，家私较热，袂是就做完后面再挂油茶啦，挂茶了。你菜来遐早，你来我手上这怪你家己爱。我来进来，偌好命对不对？你食讲恁遐是，你即阵安怎？伊是讲你甲讲恁饮茶做饭啥，你安怎唔办？我唔听啥叫饮茶，像我咧做米茶叫我茶来讲，头啊尾啊拢拍一个干，再上来我唔知。老婆唔知啦，迄个饮茶咧头啊尾啊拢拍一个干。